呢幾年你係咪少去咗電影院睇電影？你上一次去電影院係幾時？2024年中國電影院熒幕數已經突破9萬塊，但奇怪嘅係年輕人唔見咗。2018年仲有40%嘅觀眾係25歲以下，去到2024年直接跌到21%，反而35歲以上嘅觀眾比例升到1/3，40蚊一張電影飛，甚至19.9一張都冇人想買，2000蚊一張演唱會飛，年輕人即刻秒殺，黃牛炒到3-4千，仲有人搶。以前一到周末，戲院坐滿晒大學生情侶，依家一入場，發現隔籬坐嘅大多數都係30幾歲嘅單身青年，或者係拖住小朋友嘅爸爸媽媽。換句說話嚟講，依家嘅電影院年輕人少咗，中年人多咗。今時今日，點解年輕人越嚟越唔中意去電影院睇電影？第一，票價貴咗，但係體驗冇升級。一線城市平均票價直逼52，對比開視頻會員睇電影，一年都係100-200蚊，仲要隨時隨地想睇就睇。而且新電影上映1個月左右，網上就有片源，況且都唔係好急，要即刻去睇新電影。有年輕人認為，點解要使50幾蚊去電影院坐2個鐘，仲要唔可以玩手機？第二，電影內容冇以前咁吸引。好老實講，近幾年真係缺乏必睇嘅爆款。依家嘅電影節奏慢，劇情長，橋段重複又重複。面對短視頻時代嘅爽文式剪輯，越嚟越多年輕人失去睇電影嘅耐性。年輕人習慣咗3分鐘、5分鐘睇晒劇情。網上嘅 up 主解說仲深入仲精彩。第三，電影院缺乏社交感，年輕人追求可分享可打卡，但喺戲院你唔可以大聲講嘢，唔可以開閃光燈，成2個鐘就靜靜雞咁樣坐喺度。年輕人貌似唔係好中意呢一種孤獨消費方式，結果電影院對年輕人嚟講唔再係青春聚腳點，反而慢慢變成爸爸媽媽嘅親子娛樂。一邊係電影院嘅冷清，另一邊係演唱會現場嘅熱血沸騰。2024年大型演唱會票房超過200億，點解年輕人願意使幾千蚊去睇一場演唱會呢？第一，氣氛感爆棚，1萬人一齊唱喜歡你，現場燈光加音響加尖叫聲，直接刺激腎上腺素，呢一種體驗電影院俾唔到。第二，社交屬性，演唱會唔止係聽歌，仲係一個大型嘅打卡現場，年輕人樂意使錢追求呢一種儀式感。第三，偶像文化帶動，支持自己嘅偶像，對於年輕人嚟講，自己節衣縮食都要去買一張飛。但反觀電影，試問有幾多人願意為電影導演埋單呢？反而歌手一出巡演，粉絲就願意使錢。所以即使電影票價越嚟越平，但係冇情緒價值，演唱會門飛越嚟越貴，甚至貴到離譜，卻成為年輕人情緒釋放嘅出口。咁電影院有冇得救呢？答案係有㗎，但係要改變，例如內容升級，唔好再拍千篇一律嘅流水線片，要有更多嘅共鳴，更多嘅創新。其次，體驗亦都係要升級，例如 4D 沉浸式影廳，俾年輕人多啲新鮮感。再嚟就係社交升級，可以結合主題餐飲、電影周邊打卡。除咗首映嗰一日，其他場次都可以請多啲明星過嚟。只要有明星過嚟，就算一張電影飛賣300賣500，都大把人搶。總嘅嚟講，即係讓年輕人覺得去睇電影係一件有趣又好 share 嘅事。其實年輕人唔係唔中意睇電影，只不過係唔中意去無聊嘅電影院。要挽回呢一班觀眾，就要令電影院重新變成一場可以分享嘅青春體驗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